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股速遞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咧就叫做波士直聘啊，上市嘅編號係2076嚇。大家可能覺得好奇怪，2076波士直聘咪一直每日都交易緊嘅咧嚇。較早前咧嚇，咁就以介紹形式喺美股過嚟啦嚇，但係咧就首次公開發售嚇，咁所以咧你當佢係一個增資嘅部署啦嚇，咁一樣可以照抽嚇，照上市嚇，仍然係2076嚇。公司方面做咩咧？都係線上嘅招聘平台啦嚇，行業龍頭啦。喺6月25號開始嘅招股啦，6月30號朝早9點30分截止認購啦。上市日係7月4號嚇。發行嘅價格係78蚊，入場費咧7,800蚊多啲嚇。集資額23億。睇翻啦，一來股份已經上市，二嚟咧發行價格同埋集資額等等咧，我覺得都唔會有爆炸性可言啊！咁所以大家有興趣先去睇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嚇，以上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